精神健康基金会是来选出社会10大新闻事件，这当中呢包括着张文无差别随机攻击等等。精神科医师是指出讲，这个事件呢，唔但是影响着民众的心理健康，而且嘛显示这台湾精神健康的丰富，还阁有需要检讨甲补强的空间。 过去一年，台湾发生袂少社会悲剧。去年底台北坐温攻击事件，也互社会真惊吓。精神健康基金会票选出2025年社会10大新闻事件。前5名的新闻，第一就是张文无差别随机攻击，第二就是花莲邦山湖土超人展现台湾沦陷，过来就是青少年行底路9年增加2倍，一口罩5人受诈骗行底路，假拍时大暴力通报冲破4千件等等，大部分是 公共事件更加影响民众的心理健康。社会呢是否过度强调成功？当我们的行为，它不能视为被逼上绝路，也不是一个合理化。但是呢，我们应该要知道，一个人如果长期感受不到被需要，极端暴力就可能这样子形成。 囡仔对爸母不满，就拍爸母，听起来真严重。医生指出，其实这个加害人当中有6%是有精神障碍相关疾病，显示儿少暴力无得到完善的医疗帮助。另外有3%无精神障碍，也会当观察到手机流行的时代，会造成囡仔和爸母之间价值观的冲突。进行手机流行的时代，我们大众要清楚的了解，这一代儿童青少年 正受到严重的社交剥夺，影响功课的效率和人际互动的效率。那台中一口罩受诈骗行底路，和青少年受违规的人数增加2倍的新闻，医生建议推动社会防护网，伫咧生活中找3至5个会当讲话对象，心事若无讲出来，会有满腹的苦楚无地扛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